行政區劃新動態，河內與胡志明市基層組民譜已擴編至最低700戶。內政部正就法區草案徵求意見，建議將河內及胡志明市嘅組民譜最低規模調高至700戶。經歷2025年行政區劃合後，基層單位大增，現時平均每個坊管轄約27個組民譜，數量係過往嘅3倍。根據草案，紅河三角洲同東南部地區嘅組民譜最低標準為550戶，而兩大直轄市則劃定為700戶。數據顯示，現時全國有超過2萬1個村少於150戶，相反，在河內及胡志明市，部分組民譜規模已超越1000戶。除了戶數指標，草案規定合後的單位必須具備基礎設施，以滿足社區生活需求，並符合人口特徵。是次架構重組有望精簡管理層級，推動未來都市管理向高效、精簡嘅模式發展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